上個禮拜幣市大跌啦，好多專業交易員喺數十分鐘之內，戶口裏面嘅餘額一瞬間清零。點解啊？除咗佢哋開槓桿合約之外呢，另外一個重點係佢哋都過分槓桿咗一啲小幣種嘅長倉。呢啲小幣種唔單止流動性低，而且冇乜實際應用價值。當市場劇烈波動，價格急速下跌嗰陣時候，佢哋嘅保證金唔夠，就觸發咗止損。好多交易員都接受唔到呢個現實啦。我見到香港有一位好專業嘅交易員啦，可能大家都成日喺油管見到佢噶啦，姓蔡嘅，全名唔講啦。咁佢都喺網上疑似出咗個貼，就話爆咗倉啊！哇！我真係冇諗過佢會爆倉啦，因為我聽咗佢幾年嘅油管嘅分享呢，我睇佢都係好理性啊，亦都係好識去做風險管理嘅，真係冇諗過佢整個投資組合竟然瞬間歸零。甚至有啲交易員啦係接受唔到呢個輸身家嘅現實啦，選擇咗自尋短見，離開咗呢個世界。呢件事令我諗起曾經喺我哋內地啦有一隻股票叫做重慶啤酒。呢間公司雖然主要係做啤酒業務，但係佢哋喺10幾年前曾經投入過好多經費啦，去研究肝炎疫苗㗎。但係因為好多種種嘅原因啦，最後研究失敗，相關股價由80幾蚊跌到落20蚊左右，好多股民都好傷心啦。曾經喺當年有個傷心到極致嘅股民出咗一個貼去分享佢自己當刻嘅感受。佢話想當日佢買咗一碗10蚊嘅麵返屋企食，熄晒燈，跟住食呢碗麵，同時間流淚啊！雖然佢冇好清晰表達當晚佢做咗啲乜，但係好明顯佢想當年係將佢手頭上20幾蚊嘅重慶啤酒股票賤價沽出，真係可惜啊！後來幾個月之後，奇蹟就發生啦！有一位內地嘅資深投資者叫徐翔啊，喺重慶啤酒呢隻股票升翻上20零蚊嗰陣時，開始炒底。當然啦，佢炒底之後唔係即刻升翻，都上上落落繼續向下調整㗎。但係佢冇放棄，繼續炒底。之後幾個月，呢隻股票慢慢升翻上30幾蚊。據聞呢位投資者之後喺短短1個月裏面賺咗超過過億嘅利潤啊！喺2021年，國外嘅品牌嘉士伯收購重慶啤酒，重慶啤酒嘅股價急漲，曾經高見200幾蚊喎。當日熄燈食麵嗰位股民，如果想當年佢有閒錢可以捱得過嗰段最黑暗嘅日子，呢段人生經歷係咪對佢嚟講係一個不可思議嘅逆轉奇蹟啊？貧窮與暴富之間嘅距離就係呢3個字：輸得起。如果你全副身家 all in 入一隻股票，又或者一個資產上面，當呢個資產跌到落非常殘嘅一個價格嗰陣時，你究竟有冇能耐可以守得住啊？如果你投入去嘅錢只係你身家嘅一小部分，唔影響你嘅生活嘅話，梗係冇所謂啦。我都曾經試過將錢擺過落一個資產上面，佢由100幾蚊跌到落得返10幾蚊啊！好彩當日我擺落去嘅錢